就苦，一心只盼儿成人。老身李氏，膝下一儿，名唤黄甫英，曾与石员外之女定下亲事，不想先君去世，家事萧条。近来闻说世家有来婚之意，夫人，我与你儿另择一门亲呢。哦，是啥人啊？西城魏师密呀！哦哟，听说这个未来呀，妻妾成群，人嘛想着干别寨子，这不能不肯哇！你懂什么？那小尉不仅年轻有为，还是个富二代。有的是钱，驾驭他总比驾驭那穷酸的好啊！哦，根本是一之内啊！可恨爹娘嫌贫爱富，竟将我的终身另配他人，事到如今，不知如何是好。有了，想我石壁涛断不做这少年寡娶之事，我不免命运下，却有皇甫官人前来相会，也好赠他拆穿银两，让他早来迎娶，一完婚约。唉，偏偏我那孩儿只知终日读书，全不把婚姻之事放在心上。你看，儿子不及，急死老娘，真是烦恼煞也。
是亲家那边来的？真是。呀，失敬了，我有什一去啊，小娘子，来，请坐了。走啊！老文人在上，我不敢收娘。其实是亲家那边来的，哪有不速之理？哦，收得的，收得的，哎呀，收得的。上线，老文人，下线，上线，下线，上线，下线，上线，上线，上。小娘子轻松了。哎呀，有座可惜老妻过草庐。老文人，秀才官人为何不见？小儿么，去外讲事去了。哦，去外讲事去了。是啊。哟，来的不凑巧。老文人，我告辞了。小娘子，此来嘛，必有话事，怎么就要去了你？话是有一句，只是要对秀才官人当面说的。既然不在嘛，是的。我改时再来吧，改时再来吧。小娘子，有话嘛对老身说了，待小儿回来对他是一样的。哦，对老文人说也是一样的。一样的。但是你家员外安人说你来的不是，是哪个呢？是我家小姐，说我来传语。我家员外二人到你家。小娘子为何有言不语啊？话是有一句，只是言中不好说的，不好说的。哟，但是何妨？日此我就睡了。请示到你家的秦舍前来迎娶。
亲家呀，是亲家。你好，议论议。小娘子，但不知你家小姐立志是何？老文人，我家小姐是。是迷路了。小娘子，你方才可是从哪边来的？呀翠，是从哪边来的？啊，老文人，请进吧，慢去，慢去。小娘子请转，小娘子请转。老文人，怎么是？讲了半日的实话，不曾问得小娘子的芳名是。嬷嬷，自有服侍小姐的叫什么？叫什么？哦，云啊，云什么？哦，香啊！哎呀，香什么？哎，云香啊！哦，我问的是亲家那边有位云香姐，可就是小娘子你么？是
慢去，慢去！老人请转，老人请转。云香姐有何事啊？老文人，等秀才官人回来，且问叫他报。请是。才是把什么？啊，8月15日早些来呀！这个我理会得的。哎呀，好一个贤德的乖巧伶俐的小娘子。小娘子可放肆？不放肆！小娘子可放肆？不放肆！不放肆的！我儿的婚事又忘了。圣皇甫矣，度须万卷，功名为久。每日闲暇，这是度须会友，倒也四散。所以我转回家中，母亲提起婚姻大事，到那时将有来婚之女。幸而小姐有情有义，差使女云霞来我家中，用我中秋时午夜到她后花园中赠以金银，以作娶亲之资。我想婚姻大事还要受人家的接济，好不惭愧。真是家贫遭亲娶，丈夫心不平。本想闭门不娶，怎奈所设与世众兄相约将婿，故而还不醒来。这里是了，世众兄在家母，来走啊！
大人来到俺室帮门呐。史仲兄，请了。哎呦，王父兄来在，来，李相请入，请哪？百岁光阴过喜剧，少年不学待何遇？一心女童不如意，试问千载一般意。兄啊，请入。请。近来金秋时候，金风渐起，灯火可亲，渐偏苦辣。冷月秋风，好不萧条。啊？啥么子写的哇？汉末时序，岂不累赘？哎呦，不对哇！兄兵三日节，相爱4日命，那是今朝非到恩家起来着哇！兄啊，小弟只为家事烦闷，故而有此感叹。家事烦闷，家事烦闷。俺写得在来呀！去提示啊，香米的东地方到王夫拉夫人送得去啊！史仲兄，小弟不是此意呀。不是这个意思。是啊。哎呦，这么到底是啥个意思讲？哎呦，兄啊，我的你嘛是好朋友啊，你嘛不也不好意思啊？史仲兄啊，承蒙兄世事接济，小弟家下不乏钱粮。哎呦，不缺动地，不缺动地。呀，岂不是不知那个困难吗？哦，那么一定是缺乏精神上的食粮。哎呦，我不说兄啊，你嘛一定是遇上个心事个哇！莫有心事，莫有心事。喏，讲给我听听，我是兄弟可你的你，分有家仇。这啊，讲给我听听嘛！不说也罢。到底是唱写上的，你自个得个喏。哎呦，兄啊，平时日讲我不遇上个事体，谁得你说？你遇上个事体嘛，为何这样领教起来？是啊，想小弟与兄乃同家之意，肺腑之交啊，就江湖吧。讲给我听听啊！兄啊，小弟只为亲家之事有。妹讲什么在？是这有你们来啊！山雨
凉了寒雨心。哎，我不想天地无马，今日这个事体个喏。是啊，哎呀，兄啊，他不过是来婚，可有回旋的余地呀？兄有所不知啊，那世家已将小姐许配他人了。哦，配不啥人哇？no，臣妻为师哦，为师命，我晓得了，此公乃是色中恶鬼，秉性一节是妻妾成群，几年下来，虽得是像这不比古人，人啊不像这，得像这我生。哎呀呀，你不要打趣了，小弟心上说起的很呐。啊，这的啥家？罗莉一席，几期将近。哦，如此可，岂是可？越说的可啊！兄啊，死者等嫌贫爱富，少年寡耻，我不一定得你两肋插刀，替兄插头，一定不离八应。哦，不离八应，不离八应。哎呦，看看在树来吃，树来吃，有茶。兄啊！哎呦，等了你啊！哎，兄啊，事已如此，你又何须连着那施必涛，先与他家女儿一打两断？哎，想那有长无义，小姐却还也无情。哎呦，为啥个情嘞？那日放下，差使玉云香来我家中，用我中秋时午夜到他后花园中，赠以金银，以作娶妻之资。兄啊！啊，你道此事该去不该去？空行不空行？怎么是当去不当去？可行不可行啊？是啊，兄啊，此乃老少的一段美情，兄是怎样回了他去？哦，那日小弟不在家，是家母对小弟说的。干嘛你得过个云香，不帮头啊？不曾碰头。哦，夫人帮骨头，夫人帮骨头。哎，兄啊，女老少定亲之后，阿人几个谜呀？从不曾见面。哦哟，或许你力气把这个辰光，兄夫人看见拉萨到了后面，看见是哪只啊？小弟从未曾上门。哦，这么说起来，谁家的云香，谁不认得你哇？不认得。哦，都不认得，事有蹊跷，让我想想看，让我想想看啊！哎呀，兄啊，此乃是失之的一条奸计了。后日见的是奸计呢。喏，他既有东西正与吾兄，何不认力就着云香送来？瞥见内不压力气，那是在他后花园中的计策，有一派八卦图一般，平平当当摆在那里，这等兄个上家。
一颗苦尽之个呼吁门开，石岗咔嚓，飞是一打，即是一棍。先把老兄取之听大，再将女儿改嫁。哦，非是一刀，即是一棍。是个话。哎，人命关天，岂可呼吸？哎呦，那个读书人嘛，三个字子发忙哇！怎么说？哎，吕上有一款，因也无故，与人家非奸即盗，大事不乱。非是当杀子那一个，就是当杀子100个嘛。怎么样？这算的533。哎呀，失职啊，失职！你好狠心也！现在可问个话。哎呀，兄啊！都谢你才高识见光，谢你才高识见光。小弟是志在知己手，患难当扶持，方进朋友道朋友道。须此小弟先行告辞了。慢走。真是满怀疑惑，今朝见眼睛一闪，没事来。兄啊，来！方才小弟这番讲话么，不过是为兄着想。是啊，你呀，非也得自给你压力，得起上子立个拉当。那是这小弟要救，也就吃了。小弟是断然不会娶你，告辞了，告辞了。兄啊，来！为桩事体也问来，什么事？乃是当真发起，当真不去，公然发起，公然不去。凄微发起个，不去，性命为重。性命为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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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性命为性命为重哎呦，我不想天地无嘛，竟有这个好个事体个喏！你看。挂个死多头，为不是他妈谁不懂给，像四家三家，长得是别之之，结得，立马发起，立发起，闹起！哎呀，这是把玉米子郎想嘛，终于的发意思个话，俺的啥家？他是不起呀，可谁着哇？那个得知人呀嘛，我不是当背的，清清洒洒，起个大湖云在。
彩云黄，花墙月影来淡，见佳人风云万般，同宿死灵犀也的姻缘，虽舍我历代讨将盖头冠冕。娘儿来帮门看，有人敲门响，定是秀才官人来了。喂，外面是哪个？小声喊！喊什么家？喊与黄甫英。哦，黄甫官人是你么？是的，特来赴约的。你且等着，等我禀告小姐，让你进来。是。啊，小姐。啊，小姐，黄甫官人来了。
是为夫的礼啊！喂，啊，我且问你是哪国与你来的？哦，是云香节传话的。啊，是的，是的。啊，你看看外面可有人？不杀人，就是我一个娃。好，等我开门让你进来。是。哦，小姐拜矣。哎呀，我不是小姐。哦，敢是云香节目？是的。你怎么知道我叫云香啊？哦，前日云香节到小弟家下去，小生不在家中，以后小生回来是家母对我说的。哦，多多有慢，云香节好茶不曾奉得一盅啊。哟，道理吃子上灯，军都无灯，后边是个许多官呐。是。哦，小姐在哪里呀？小姐在那边，随我来。阿玉狗啊！哎呀，莫有，你且等着。是。哎呦，这铺个就是狗啊！小姐，皇府官人来了。哦，小姐拜矣。秀才拜矣。啊，云香，小姐，你去问他，当初罗里进西，为何不来迎娶呀？是。喂，秀才官人，小姐问当初罗里进西，你为何不来迎娶啊？非是小生不来迎娶，只因家父去世之后，家业日渐凋零，是这不不起个贼。又闻得岳父母有关小生之意，还有改嫁之情哟。秀才官人，你不要哭啊！啊，说到伤心之处，怎不叫人泪去动张哟？我爹娘虽有改嫁之意，但奴家不从。只因求问你的财迷，早将芳心安许。哦，此乃小生三生有幸呐。这帕儿女有金钗一对，金钏两股，你拿去便宜。还有纹银50两，你要速速前来迎娶。哦，是。秀才官人，啊！你个咋子人所家，那还让他起去走啊？云香，你们在说些什么？哎呦，不对，与你来走啊！哎呀，在哪里？在那边。在哪里？在那边。我去就来。去就来。不来也罢。小庭中梦见婵娟，总叫人情牵意乱。小姐对月明作证，和你风到乱跌。秀才，我和你家齐有用，可或只是绝难从命。哎，近来中秋佳节，
相逢落地，何须故此？至今落下苍山梦，不求双，唯苦你两字也许无心。陛下，陛下快来！陛下快来！来！哎呦，你这死狗！儿呀，快赶他出去！这！赶他内在对哎呦，杨有风车上，啥子一声杀？小姐，早知他是这丹阳人，你何必这样痴情？我和民国宁子出去，谁不离母妻在？带我去追他回来。呀呀子，待我明日再去讨来。这等不老实，这等不老实。哎呀，小姐，小姐。遭逢时不离，被人谈笑去。那是我儿将士归来，到那中秋之约，乃是世亲家的一条奸计。若是我儿那晚前去赴约，必遭毒手。世亲家呀，世亲家，你好狠毒你！外边是哪个？云香啊！啊，你今日又来怎么？冯小姐，哼，又是什么小姐命？来讨去什么？我拿什来请？契约是你来契约的，那晚我孩儿不曾去约啊，怎是不曾来家？先后才听到花园内，什么到花园中去？二人何故闭目美？不，休得乱道胡言！我孩儿是多须之人呐，他钻于墙，绝不为。好过多是君子，转身一将，绝不为。可追他怎么？追他怎么？呵呵，幸喜皇天有言，那晚我孩儿不曾去约哦。我的儿若许是他的命难存也。
见了鬼了。不是我见鬼的，我家小的是他是不生马拆穿他的亲戚不语。哦，有什么差传还有什么？还有银子50两。哈，50两50两，呀呸！这些东西呀，我也当得起啊，当得起，当得起，当得起。只怕你呀当不起。呀呸！看你小年纪，倒会无中生有。我倒不会无中生有，拿了东西倒也罢了，谁想他有？啊，有怎么？有怎么？这等作怪。难舍难题，难舍难题，心里头伤痛百足，气伤风败俗。都羞得把乱眼相对，设计谋藏眼神事。哎呀，倒是我早眼神气死我了！哎呀，气死我了！走来，做什么？你看这上面是什么？是天。哎呀，我这倒是比了。呀呸！去不当战战兢兢，不苦情。好啊，你们凭了我们的钱财，叫你们血雨有祸来。哼！老天应检查，不收这废债。偏要收这废债，啊！偏不收这废债，偏要收这废债，偏不收这废债，偏要收这废债，偏不收这废债，偏要收这废债。哎呀呀呀呀呀！哎呀呀呀！儿子来，他这两捡我学过的东西，我是火柴等样待他。有银子50两，赚钱了，如今为了我东西倒也罢了，我不会还有银子50两，这是从何时起？啊！看他公然上座，哼！呀呸！这个所在呀，岂是你所得的？此位又不是罗位王位，为何素不得？虽非龙位皇位，你呀素不得。我素不得，素不得，我偏要素，我偏不许你素，我偏要素，偏不许你素，我偏要素，我偏不许你素，我偏要素，我偏不许你素。啊！我素不得，我素啊！我偏不许你素，哎呀，气死我了！我偏不许你素，我偏不许你素。哎呦，气我偏要素嘛，偏不许你素，我偏要素，哎呀，气死我了！我偏要素嘛，我我偏要素，我偏不许你素，我偏不许。哎，我素不得啊！我素留。
你便怎么？你骂我云香也会骂的。你干嘛？你干嘛？我骂你这个啊！捞什么？捞什么？捞什么？老文人，捞什么家？老文，捞什么家？我谅你也不干嘛。没规矩的小贱人！哼！我骂你这个老不鞋啊！骂了小贱人！小贱人！老不鞋，小贱人！老不鞋，小贱人！小贱人！小贱人！啊！小贱人！老不鞋。啊！我打你这小贱人！哦，老文人，你要打我？要打！好，我与你打。啊！他真不要打！好，打！老不鞋，小贱人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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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巷都学遍，都学遍呐！我那女儿还是学不见，学不见呐！哎呦，烂头子啊！你可以啊！我来看。自会中秋月，女儿不明多，必见都是泪，一枝花千把啊！这哪里来的？这是女方给你的。啊！这是绝命事啊！哦呦，这子呢要改嫁什么魏老爷？什么他妈魏老爷呀！哎，你想啊，怎么样了吗？哎，他怎么样？他脱玉强，这是怎么回事
堂鼓声声响，祖国那个忙。县衙南壁龙图阁，衙后也曾审得清。下官审得清，断案罪分明。哪怕是悬案、疑案，我都抓得住蛛丝马迹。不管你是仇杀、情杀，哦，还有自杀，都逃不过我的火眼金睛。今天啊，有一桩重案要审，我说来呀，带犯人，走。犯人当面。黄福银所将引荐致死人命的事，从实的做来。爷爷说什么？小婶婶是不知呀。啊！那，你自己喊来。此回中秋月，女儿不明多，必见都市内一枝花青不？小姐头将死了，唯有小姐。据史簿上看，你与史别陀中秋有约。老爷，他奸骗我女儿，以致别致人命呐！爷爷，小神洞许为爷，从不做伤天害理之事。呸！高人今天有负深究。诉状上写的还有个证人。老爷，我就是证人。讲。小姐死得可怜，8月15夜，她到后花园中，红绳有同四月强月。你倒撇得清，难道云香没有来欺压你呀？岂有是他来的？这是小神莫有去。休听他说，他就来先生官收了一两玉拆船。什么拆？拆船？船，还有银子银子50两。这不是情人许梦吗？爷爷，小神其实莫有去。来的，啊，一个说来了，一个说没得去，到底来了没打？来的，去了没打？莫有去，来的，莫有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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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胆！哎呦喂，这个官司难断啊！老爷，这有何难断的？喏，小人状词上写得明白，想老爷是一面明镜，自然能审断得清呐。什么意思啊？啊，老爷，你是张口吞了萤火虫，不理明白。1百两啊，少了点吧？这个判呐，我是判得起的。自然，这事还要三推六问。老爷，
我就以你这个三推六问。来呀！有说到黄夫人家中查错账吗？是。如此一来，我倒真要来问一问啊，小姐为何要欺压他？又为何整他钱财呀？这个人，老爷，两家定有姻亲，我家老爷嫌他贫穷，故而小姐设计这意，要他早来迎娶。哎呀，要你做这，你说这些多的呢？你这个哪是我？不用写句的，都是。如此看来，这也是小姐的一片美情呐。黄夫人，你哪有不娶之理呀？爷爷让暗藏凶心。此话怎讲？他该的姻亲。老爷啊，此事小人的家事问着呢。哎呦喂，这倒是我多管闲事喽。先平来赴战救援，舍金肯将人心。说他要加害于你，可有实据啊？这哈哈，老爷，这是他虚拟痴情，再加他一个诬告吃罪。说的是，你既心存疑惑，又为何去引了气呀？岂不是情同啊？爷爷，小人心上原本是要娶你实在气贼，多亏了一个好朋友之命，小人才没有娶。哎呦，好便是啊！黄夫人，跪上来。是。你的朋友叫什么名字啊？他叫韩世忠，是做什么的？也是个神员。说了些什么的呀？他说，夜色人物，非同即盗，打死不论的。啊，老爷，如此看来，此事定与他朋友相干呐。多嘴。爷爷，他是小人极好的朋友，此事与他不相干。哎，他说不相干了，但是你自个做出来的。来，哦，是他自己做出来的。走。李氏啊，老爷，你可晓得你家儿子所犯之罪呀？青天大老爷，那是他来欺约，小儿不在家中。啊，云霞，老爷，你没得看见过黄夫人啊？我有看见，那说你负责帮着你哇？师傅跟包子里话，你那个马子卫兵的。李氏讲是，后来他又来催讨什么拆穿银两，小儿又未曾服药，哪来这些东西？这个官司倒是有点个蹊跷了。是啊，是十分的蹊跷啊！啊，老爷，这有何蹊跷的呢？便是他母子二人将赃物藏过了。老爷，你身断得轻，小人我是五体投地呀！不良啊！这事调闻得紧，不用重刑是不肯做人。来呀、有，站起来！是。老爷，老爷，
爷冤枉啊！老爷，哎呀！哀在无声。废话，人手总是5指，4指那是鸡爪。看准了，给力收！他设置经历过多。哎呀，不要收礼！不要收礼！不要收礼！送行是。云霞，你有什么话要讲啊？凭你作证，看仔细，可是他到你家花园中来的呀？是。哦，不是。云香，放大胆，这管讲。到底是不是啊？哎呦喂，你讲啊！哎，是不是？讲啊！是不是啊？大老爷，南沙小爷云香，我和你无冤无仇，为何要苦苦害我母子？给你压力还太木头，我娃吃力不走啊！到底是不是啊？那日来后花园的好像是，不是他？你怎么还好啊？少年娃，大典云相，既为证人，怎可出尔反尔？云香知道错了。唉，公堂之上，岂同儿戏哟！哎呀，呀，在家里不是说的好好的吗？你一块咬死他呀！我有来的子啊！啊！我看啊，街上事体嘛，有点蹊跷。你为啥也一口眼来之理哇？蹊跷个屁呀！我一见这个穷酸，我只有是一肚子的火气。儿死了，我要拿他这几下。老爷，这丫头直言不足为凭，想老爷是八面的威风，要有些什么段儿啊？不良啊！大典云相竟敢戏弄本官，来呀！走，打！实在是难断啊！1000两啊！黑呀，太黑了！来，老爷。我就以你这个实在难断。你说难断啊？
罗有偏要蹲把你看。云香，你都不作证，罗有就偏不打。据史老爷所状，黄福英见偏肃杀，说将犯人手剑立时轰出衙去推他。云香，事到如今，可也是无用的，你还是回去吧。李典大哥，黄副官人是冤枉的，求你救他一救，救他一救。哦，云香，快快请起。若要此案审得清，接令唤师谢令人。叶先生只见你，我指你一条妙计，扶完上来。主意虽好，只是女孩儿家从未做过这样事，只怕……哎呀，云香，你不要害怕，依我所看，此案定是那韩世宗所为。你若不去，你家小姐死得不明不白，就连那黄府官人也成冤难雪的了。事到如今，我一定要去。你此去若见拆穿，切莫大吵惊蛇，将他悄悄地引了出来，我在衙门洗手等你。快去吧，快些去吧。多谢李典大哥。家中做不理。哎，我好悔呀，悔不该8月15夜冒名顶替前去相会，如今那碧桃小姐投江而死，信息黄福英做了我的替死鬼。王夫人啊，王夫人，你自家说了嘛？大呀罢了，李雷傲终日惶惶，受我不恩。那日虽不成美事，倒得了一包拆穿银子。这是这2夜官府贼入的境。哎呀呀，根本那好白你，根本那好白你。我快点啊！乔装改扮
交换，一声声点菊翠，大锦衣。正愁乘船无处去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哎，娘儿开里进来，娘儿开里进来。两旁心细无人意，两旁心细无人意。大金衣定之翠，你是大金营的么？正是，先生有何吩咐？我没有两件旧衫裳，请来进去他我看一看，来啊怎么打？是的。哦，干嘛请拿？请拿！哎，三姑娘，哎，来，阿嫂请哇！先生啊！为何关门上栓？哎呦，三姑娘，我们个三窝马也经大事，发不被人看见讲。哦，是见不得人的。少就少激发的人啊！我们个虽是贵荣嘛，要小心一二。啊，原来如此。哎，请问先生，啊你是大差？还是早春？呀，那行一说了就是当差了上去。三姑娘，先生，我看你呀，不像是吃个为家。真是不想。哎，那，年纪轻轻嘛，落得来这份收你呀。先生，啊，你是狗眼看人低，那母亲人来着哇。你不要看俺年纪小，俺的手艺可是巧得很呐。哦。修到一海。
年纪轻轻嘛，难道是个高手娃？哪个自然？请问小娘子，乃芳龄几娃？小娘子的芳龄啊，是半米的。半米噶？哎呦，那么请问小姑娘，乃叫啥个名字啊？或者他那是半米个，这个叫隐私。哎呦，为啥个隐私？那么小姑娘，乃屋里想是了啥家伙？乃还是婚配啊？先生。我晓得了，想先生有什么手事要打，不日无聊，那女孩儿去了的。不是个娘。女孩儿以此为生，耽误不得，快快开门起栓，让我吃去。哎呀，哎呦，这个娘，哎呦，有事体嘛，喊上那个娃。哎呦，这个娘啊，哎呦，这个娘，这个娘，你别走啊！哎呀，放！哎呦，别走啊！哎呀，我要叫了！这个娘，嘘，亲爹呀，亲爹呀！哎呦，这个娘，来，你嘛弄那个吃饭家上些把子啊！让我嘛弄我个么子弄出来，你看几子啊？也太好，走下子个。不惧回头问，这一夜我叫吃了身。这个娘，先生，你认得个副查出娃？不曾见过，不曾见过。不曾见过，那么你为啥子敢慌张你？先生，这对钗钏乃是西汉之物。那么是西汉之物啊！是此宝物，你是哪里来的？那个去收嘛，收上个意思家，可是我爹个阿公，谁不我给？我不过是随便问问。随便问问个喏，我们呐，多恨其君，难道我遇到过世间惊人？你本是个都是君子，还贪人。这才春是祖传古董家务乱。好一番虚情，好一番虚情，看凶手，回到一时分，令人大吉的令。原来是祖传古是个娃。如此宝物只恐打坏，我可是赔不起的，我还是走了吧。小姑娘，来，哎呦，小姑娘啊，你嘛放心当不在啊，他是当下子啊，我把你问赢了。先生，不是6两，是5两。哎呦，5两。先生，你这个生意我是做定了。哎呦，家小娘子在。不过，女孩儿都还有个旨意在此。哎呦，小姑娘个旨意倒是蛮多个喏，为啥个旨意讲？你不
娘内是看中这个对插嘴话。先生如何？过干嘛？哎呀，先生！哈给，干嘛是50两，马不得走。哎呀，先生，这是女孩儿家，我有着许多的闲钱，你看。哎呦，能不懂你妈妈啥个插嘴哇？啊，先生，不如你随我同去县衙。啊，去县衙干什么哇？不是哟，县衙虽少，我有过同伴，到了那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还。哦哟，谢姑娘啊，先生你讲闲话没讲清爽的，等我心上面啊，哈出来走，让我想想看，让我想想看啊。跟他去县衙，查去嘛他手，银子大手。神秘啊，为何他的比你好嘞？你书言真是这个样子。鬼。三姑娘，我跟你去走一遭。好，我们走。干嘛走啊？三姑娘。先生，哎呦，我看你长得是没边子个啊。先生过奖了。你嘛，一点也不像是当精英个。你呀，你倒像是个最他比你好个金瓜哇！谢谢啊你。我们你走啊！金瓜铁冠向衙门行。三姑娘，等我跑。你这可图真秀，来
星辰。老夫奉旨巡查，行至此间，恰遇石壁涛投江一事。沈县令大人，你既审此案，真凶是谁？黄福英乃奸骗之徒。他是甚等洋人？押上来。是，将黄福英押上堂来。走。骗钱财，逼死人民，冤着何来？一夜说小生骗取钱财，真赃何在？逼死人民，尸首哪里？告状！哎呀！冤相啊，有道是定案容易，方案难，你告也枉然。哎呦，云上边嘛就是死者，朝啊！登上自己。哎，真是真假是假，总要辩过明你便是你状告何人？我告这个申不清。啊！嘿，他叫沈德清，明明宋不清哇！从来只有官之名，今日偏有民告官。你且说来，他是怎样的沈不清？青天大老爷做主，皇甫官人是冤枉的。大人，这个小丫头原是真人，现在又来反供。吃儿反儿，为着何来？老爷，此案无证，乃是两夫拆穿，你去问他，至今拆穿可有下落？这个有理呀，有理。安安庆小周全安，心安就安爱被他藏不了。不成，半子输了条命，小姐投江，这样寻不着啦。你到长期的过了人会失去的花多了好大人啊！公不肯一时时纠缠，有将来你的理呀天。他也有理，那也有理。难道他做官呀多年龄，不日你我花小丫鬟？大人明鉴。什么事儿啊？我且问你，这老头儿叫什么名字哎呀？，大人的姓名岂可随便乱问？哟，人嘛总要有个名姓的，总不记得是吕子母是自休要胡说，这是我们林大人林不清。个，这就难怪了。什么意思？那这个申得清已是申不清了，
老夫为官至今，从未听到这等辱骂。小丫头，你到拆穿乃是这奴，你可知晓日薪落在何处？为官断案，老爷你怎来问我啊？寻得赃物，自可判明；寻不见拆穿，这案子就难断了。哪个告诉你，这拆穿已有下落了？老爷，这是不好被他听见的。快说来！老爷，县衙贼首有人好捉，你将他拘留进来。偏颇无辜，怎么随便将人拘拿？此事依不得你。也罢，如此将他请了进来，你呢？那就算做我的朋友。我话要做你的朋友。老爷，你准备50两银子，将他的东西买下了。我要50两银子。哟，老爷吃不起呀！叫他吃，他得了1000两银子，还在乎这50两啊！胡说！哟，你不光岁上，你都在面上给。随我来。为此50两，今日上公堂。下跪何人？申冤韩世忠。帮扶中何物？谢你不能违法啊！打开看来。这打开来看。一对金川两仆，你可是个女的嘛是哇？怎么到了他的手上啊？是忠兄，怎么是你呀？姐内夫也起码为自自家也起，那么弄出事体来走啊！老爷，今天的就是他。你是当金营的吧？什么大金营的？我是石家丫鬟玉香。玉香，你是披上云，发上名哇！今天的是你。王夫人，你将契约之事泄露于此人了。大人，下官问得明白，此事与他不相干。本官明白的。明白的。将他溜糊涂了。老爷，快讲啊！好。呀！喏，一面民进呐！谁铁了门？五体投地呀！我把你围住！你还实在难断嘞！这是何意呀？哟，老爷真的不知我。这个家还自求忘人，心足于色。好过心中有数。呀，果然是他的手身金金天，赚取了人心田，这错中有你皆在你将错就错当官，若不是知错该错的丫鬟，有一件还的全安边。总是把这个情歌。大
大胆云香，竟敢捉弄老夫，还不与我跪下？那是有灵不听了我。原来是你假扮金匠赚得拆船，像你小小年纪，怎会有此心机？定是有人指使，还不与我从实招来？是李典大过，暗中决定，这也犯法不？大人，虽不犯法，却有个名堂。若不如此，老夫怎知此事后面还有一个好人？哎，啊！此案一明，沈知县贪赃枉法，各取官职。汉世忠立即招然收监后旨，皇甫胤当堂释放，立典立有褒奖。多谢大人。大人呐！哎呀，儿啊，母亲，云香姐，感谢你敢作敢为，为我儿昭雪伸冤。老儿谢了先生吧，多谢先生。不用谢了。云香，你怎么又哭起来了啊？不是有皇甫贵人得救了，小姐却不在人世，一段好姻缘还是不能成，岂不叫人伤心？不要着急，来，有请夫人小姐。有请夫人小姐。啊！啊，是鬼啊！你那个找不对去！哦呦，啊小姐，这是皇甫贵人，你我当初错怪了他。官神，小姐，老夫舟船途中救得这位投江女子，不想就是史家小姐。我已将她收为义女，史小姐是我的女儿。啊，不对，是我的人。你们彼此情深，还是什么女儿来？时之夫妇嫌贫爱富，以致娘之祸端。今判你罚银300两，交与皇甫胤完婚，你可应允？大人，250两可好？哦哟，2本，我看你也算是2本。哟，老爷，这普天之下就是你为官清廉，好不容易生过女儿，又还给了沈家，今日你不还我一个女儿，休得下堂。啊，夫人，夫人，窦老爷威风的是女人，还是不敢啊，夫人，你看云香技巧伶俐，认作女儿了吧？只怕云香不允，我要跟随小姐的。云香，你已长大成人，总不能随我终身，你就应允了吧。应允了吧？应允了吧。哎，应允了吧？
来，还有我呢？啊！只为你前庭爱抚，娘不断，早就他贪财掠色，把枪血钻，最可恨没